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周末，国常会上传出来一个大消息叫以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这个晚上7点半的节目也对这个进行了报道。我们看一看这专家是怎么解读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房地产市场迎来政策加力的积极信号。6月13日召开的国常会对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好房子建设、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等作出部署。时至年中，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指出，此番会议涉及上述3个方面重要内容，每一条都显著影响后续房地产政策和方向，对于总结上半年工作、更好推进下半年工作具有积极意义。读懂会议信号，不妨从这3个方面入手。第一个，这专家说的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会议指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着眼长远，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专家说，为什么要强调稳中求进、先立后破？说我国房地产发展正处于新旧模式转换之际。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指出，新模式对旧模式的取代需要平稳的经济社会和预期环境。房地产是宏观经济支柱产业，产业链条长，带动性强，影响范围大，更需要坚持先立后破，实现新旧模式渐进过渡。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要求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本次国常会对此进一步明确，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需要有序搭建哪些基础性制度。这个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房地产相关基础性制度包括土地制度、房地产金融制度、房地产税收制度、市场交易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李宇嘉举例称，土地制度方面或包括净地出让、多功能混合或复合功能工地、存量土地盘活等；开发制度方面包括公建配套和房屋本体同步规划、开发和交付、现房销售等；金融制度方面或包括资金封闭运行和监管，以现金流而非抵押物为模式的授信和融资模式等。第二个说，扎实有力推进好房子建设。会议指出，要扎实有力推进好房子建设，纳入城市更新机制，加强工作统筹，在规划、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这意味着好房子建设将全面提速。如何理解好房子建设纳入城市更新机制？陈文静表示，将好房子建设纳入城市更新机制，加强工作统筹，也充分表明未来老房子、旧房子也将被改造成好房子。李宇嘉表示，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全面进入存量市场，大量存量住房能否改造为好房子，对居民生活品质影响巨大。而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市政设施修缮更替以及公共配套补短板等方面，存量改造资金投入规模较大，需要多渠道资金投入。他指出，这需要在规划、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推进片区内规划、土地用途调整整合，加大更新、融资新模式供给，创造资金能平衡，市场能看到盈利，公共设施有落地空间的场景，如此更多的好房子方能真正走入百姓生活。第三个说，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此番会议指出，要对全国房地产已供土地和在建项目进行摸底，进一步优化现有政策，提升政策实施的系统性、有效性，多管齐下，稳定预期，激活需求，优化供给，化解风险，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严跃进说，其中信息量非常大，既有问题诊断，又有破解之道。
针对其中提到对全国房地产已供土地和在建项目进行摸底，李宇嘉认为，这体现出新的房地产政策思路。下一步政策方向是对现有已出台政策进行以效果评价，以发现长梗阻，比如是否存在市政或公共配套短板，是否因各部门间政策不一等影响政策执行效果，也就是叫合成谬误。每个政策每个部门出的政策都是好的，但把它合到一起，发现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增加了新问题，叫合成谬误。当前的房地产相关政策，不管是存量土地收储，还是建设配售型保障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筹建等，都需要多个部门合作，提高政策协同性。李宇嘉表示，这也是此番会议强调提升政策实施系统性、有效性的原因。此番会议提出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相较于去年和今年的报告，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表述力度显得更大。这就让我也想起个笑话。陈文静说，这表明决策层已经注意到近期市场的小幅波动，并及时给了指导。更大力度指引下，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将加快相关政策的落地落实。6月13日，广州重申全面取消限购、限售、限价，降低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向市场传递宽松的政策信号。陈文静表示，预计北上深也有望继续优化限制性政策，促进需求释放。除此之外，他指出，后续各地政策在落地和完善房票安置、优化公积金贷款、推进住房以旧换新、加大购房补贴力度方面均有空间。严跃进认为，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意味着各地政策再接再厉，后续可能有一波优化调整的 2.0 版。这就是对国常会说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这些房产专家他们一些解读。更大力度，它这个表述以前叫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现在叫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我刚才说，我突然想起一个笑话，这是河南人跟我说的。河南人很会讲笑话。他说他们村妇联主任特别会说话，妇女主任上面领导来视察考察他们村养鸡工作，他为了巴结新来的村支书书记，比如说张书记，这个妇女主任他就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他说，自从这个张书记来到我们村以后，主抓这个工作，我们村的鸡下蛋都下得多了。那上级领导问他，你这鸡下蛋还怎么下多了？这个妇女主任就说，以前我们这个母鸡一天就下1只鸡蛋，一天下1只。现在张书记来了之后，我们的鸡一天1只，一天1只，一天1只，明显呢，这鸡的干劲都大了，下蛋都下得快了。所以这个文字的表述力度显得更大，以前叫持续用力，现在叫更大力度，所以力度就大了。这叫自由大儒来辩经。首先说了这个新模式，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新模式是什么模式？如果你是把房子盖好，卖给韭菜，或者你把地从农民手上或从其他手上收来变性，再把它改成房子，再卖给韭菜，你只要是这个模式，它不能叫新模式，还不是以前那一套嘛，无非就是这个先收钱还是后收钱，是现房销售还是预售，这些都不能叫新模式。比如说现在只有房产证，到时候给你土地证，这叫新模式。你现在国外买房子不都是2个本吗？一个是房本，一个是土地那个叫证吗？但是土地证不好分割，但是有你一份。我们现在还是70年，你把这个改了，那叫新模式。农村的宅基地如果想办法能够流动，那给农民增加一笔收入，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民可以进城买房，也可以去消费，这总好过最后这个宅基地流入到村书记手上。房地产金融制度这种改革，你比如说让年轻人去租政府手上的房子，他付房租，比如说付10年，他租了10年，那么这个房子以多少价钱折算给他，你这叫什么新制度？这样年轻人没有压力，我就租政府的房子，我本来租谁的房子都要租，我要付房租。如果我租10年之后，这个房子就给我了，以更便宜的价格，你政府不要老想着赚钱，政府不赔钱就行。如果那个时候房价涨了，你就以原来的价格
折算，那韭菜他愿意买，买到手再占便宜了。如果说那房价跌了，韭菜也不承担责任，那你按这个市场价，你折算给韭菜再补一笔钱的房子就是他的。你采取这种方式，也就是风险，你老让韭菜担风险，韭菜它担不起风险，因为韭菜的就业不稳定，动不动就失业的房子就还不起了。从这些角度，你不要老是与民争利，就老想从韭菜身上赚点钱，这样韭菜它没有风险了，他就干。他在这，反正我要租房，我在这租着，租10年不行，反正我还接着租房住呗。如果有好处，那我就买呗。类似这种改革，也就是说，你想办法从韭菜身上减轻韭菜的负担，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恐怕这个效果更好。好房子建设，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我们现在盖的那些品质又不好，建筑质量也有问题，设计的不合理的，这房子太多了。这些房子，我们以后盖的新房子要越来越好，这个没毛病。以后的房子都是好房子，那意味着以前的房子淘汰会更快，贬值的也会更快。但是它也是个矛盾，就你好房子推得越快，过去的房子就贬值越快，贬值越快就越来越没人买。我同样的钱，我为什么不去买好房子、新房子？我买你设计的不合理的、质量还有问题的，那就会导致现在的很多没有卖掉的房子更难去化。所以它这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要么你就降价，降到人心动为止。所以说更大力度，我觉得应该这个更大力度要体现在如何稳住韭菜的预期，如何提高韭菜收入这一块，如何对韭菜进行补贴，让他去买房，这叫更大力度，这个恐怕效果会更好。你总是想着控制房子的数量，控制供应来逼韭菜去买，以此来稳住这个楼市，主要是韭菜买不起，没钱。最后既然说出了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那么就说明目前没有止跌回稳，这个跟咱们在节目里面一再判断说的是一致的。如果已经止跌回稳了，那为什么还出更大的力度？出更大的力度，那就恰恰说明现在没有止跌回稳，这个逻辑大家应该清楚。那如果广州现在全面放开限购，这叫更大的力度，那这个显然效果又值得这个商榷了，又要打问号了。广州你降低首付、降低利息、放开限售，这个作用不会太大。根据戴德梁行报告，全国主要城市产业园空置率徘徊在30%到50%，部分非核心区域定位不清晰的产业园空置率超过50%，这什么概念？盖了那么多产业园都是空着的，产业园空着，那就业就下来了吗？就业下来了，那收入下来，那楼市怎么稳呢？网上有个帖子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买房？买过房的现身说法，说我是19年买房的，那一年我25岁，刚进入社会3年，还处于年轻气盛阶段。那时候身边的人都在讨论房价，一年比一年高，再不上车就买不起了。确实，2019年那个时候，对房地产来说那是疯狂年代，不是黄金年代，是疯狂。由不得你去考虑，你不买，你今天看中的房子是400万，你过2天再去看，400万已经买不到了，得430万。完了，你还得给人家送茶水费，给人家塞钱。我一个同学买房在武清买房，居然还给人送了20万。那个疯狂年代，现在的厂子都悔青了。那就那么疯狂，感觉你再不买来不及了。说在2019年年中，他说我也凑了几十万，在老家省会按揭了一套房子，买完我就后悔了，一想到我还要还30年的房贷，每个月还5000多，我就焦虑的不行。紧接着2020年初口罩期间，我也失业了，更加焦虑。更悲惨的是，我买的是恒大期房，恒大开始暴雷了。有如我一天天担心自己的房子变成烂尾楼，自己还得背着5000加的房贷，在1线城市交着2000加的房租。于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年轻人瞬间变成了一个没有活力的中年房奴。买房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个决定。说毫不夸张的说，买房这个行为深刻的影响了我的一生，包括我的性格。而后房价开始暴跌，我买的那个房子首付早就跌没了，而我还要还20多年的房贷，多么痛的领悟。他说最近几年我才看明白，很多东西都是骗局，
大学教育包括房子，其实都是骗局，把大学生圈起来放养4年，花费几十万，最后毕业找不到工作，普通人只是盛世牛马。这真是多么痛的领悟！我们再看看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这个杭州的楼市怎么样？我今天看到一个杭州的这个房产中介，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未来2个月，杭州楼市一定会出现几个真相，大家看视频。再过2个月，杭州楼市一定会验证这3个真相。至于我说的准不准，2个月之后见分晓。今天我就来透露一下杭州楼市最真实的情况，这些都是其他中介和开发商不会讲，甚至不想让你知道的。看完这个视频，2个月之后，你一定会回来感谢我。真相1：挂牌量和价格的真实情况。杭州目前全网挂牌量突破了28万套，开发商为了去库存，打折手段五花八门。杭州的二手房也在悄悄降价，只是表面上挂牌价没有变化，一些远郊板块和主城区边缘地段的楼盘价格甚至接近腰斩。如果不是钱江、新城、滨江这些核心区域的少数楼盘支撑，去库存周期会更长，其他板块的成交量更是一目了然。很多业主都在疯狂抛售，千万别被挂牌价迷惑。比如未来科技城、申花、奥体这些曾经的网红板块，前几年价格高涨，现在挂牌价慢慢都是在阴跌。以未来科技城某小区为例，2025年5月份成交89房3房小户型，单价最高的时候到6万8，总价605万，现在4万不到。真相2：政策宽松与市场隐患。现在在杭州买房，它的限购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外地人在杭州买房没有门槛，有钱就能买，首付比例降到 15%， 商贷利率低至 3.05%， 公积金利率也下调了。对于真正有购房需求的人来讲，政策的确是蛮友好的，购房门槛低，对吧？但这也侧面反映出了杭州楼市并不乐观。提醒一下，如果连首付现在还需要东拼西凑，或者收入不稳定的，建议先攒钱再考虑买房。一旦买错板块或者还不上月供，可能会被法拍哦，甚至还要倒欠银行一大笔钱。真相3：杭州楼市2极分化加剧。杭州房地产市场目前2极分化非常严重，前2年靠规划炒作起来的板块，如今缺乏流通性和金融属性。如果还有人劝你去买这些板块，要么是为了蠢，要么就是因为它坏，明知是坑还让你跳，无非是为了赚佣金。相反，配套完善、环境好、户型合理、品质高、容积率低的楼盘，更适合长期去持有，未来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最近想买房却分不清杭州板块价值，不会选楼盘的人很容易被割韭菜。我每天都会整理杭州的所有房源情况，所以为大家准备了杭州买房必跟资料，包含全杭州109个板块的优缺点分析、最新降价楼盘清单以及开发。如果我们只是看媒体、看中介的、看这些报道，你感觉杭州的楼市挺火，又是焦虑，你不买又上不了车了。实际上不是那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杭州它也是结构性矛盾，它有的板块、有的这个项目，恐怕那个价格它没降，或者降的少，但是总体上它肯定是降的，不降它是卖不掉的。一线城市这房价现状，有人统计了，北京房价累计跌幅 28.9%， 就是 30%。北京房价它大部分的项目最高点是2017年，当然也其他的项目，你比如海淀的或者朝阳或者西城的，它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北京绝大部分地方都是2017年到了一个顶点，后面不是限购嘛，一下就掉下来了。很多地方跟那个时候比，现在跟2017年比下跌 29%， 将近 30%。上海房价累计跌幅 29.6%， 也是将近 30%。所以上海你不要天天盯着5000万的豪宅，20万一平的、30万一平的那房子。广州房价累计跌幅 32.3%， 深圳房价累计跌幅 38.6%， 都是跟它最高点比。所以你说杭州房价下跌太正常了。如果你总觉得你所看中的房子价格它不掉，不仅不掉还涨，你很焦虑，这个也对，这就说明人家营销花了功夫。但是直到你一买，你买完之后钱一交，你的房子就开始贬值了。这你说你想把它卖掉，你不赔钱是不可能的，它就这么个现象。深圳房价跌了30%多，网友说在深圳90%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开超市的睡不着，做餐饮的睡不着，连卖家具的恐怕也是睡不着。卖房子的市场不好，开房子的客户也少，二手房的业主有的是真的着急卖，连续降价几次后依然没人来看，晚上更是急得睡不着觉。更不要提那些跑滴滴开代驾的，大厂失业的人跑滴滴的非常多啊。你跑滴滴晚上还睡什么觉？所以说在深圳现在哪个行业还可以睡个安稳觉？也就是作为一线城市，深圳目前已经是这个状况。
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房价下跌30%，一线城市，你说多少财富灰飞烟灭？这30%，你说你要开多少车，工作多少个月，你要省多少个月，你才能把它弥补上？那有的弥补不上。所以每当这个时候，那些没有负债的人压力就小多了，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你没有负债，无论你有房没房，你都不会有压力。当然了，如果你有房子没有负债，那就心情恐怕稍微好点；没房子稍微着急一点。有的人毕竟他需要一套房，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比那个手上有贷款的、身上背着贷款的要强多了。这个贷款一旦背上了，那就是个枷锁啊，你就身不由己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